人生是需要磨練，日後才有機會成大器。中國政府必須嚴厲監管互聯網直播行業，演變為網絡上賣淫嫖娼平台，令中國青年人群失去耐性，偏走邪門歪道，中國就危機。中國政府必須嚴厲監管中國互聯網拋眉弄眼、扭身扭勢嘅網絡妓院畸形發展。這些負面嘅網絡榜樣會失去良性嘅國力。中國人、中國社會、中國怎能去強大？男兒此劍須磨練，千錘百煉斷其身。寒冰逆水撲臉上，磨石無情練劍魂。男兒不怕虎山路，壯志偏要虎山行。經歷挫敗方成器，逆境逼出真本能。自古名言多教誨，身體力行悟其中。潛能發揮在正途，時機成熟萬丈紅。男兒雖有剛毅志，困境挫敗是等閒。鑄劍絕非一日寒，眼前得失像雲煙。冷言笑語逆境寒，男兒傲骨抗寒霜。難事路上多險阻，難事最怕堅毅人。世事成敗在細節，鑄劍不求眼前功。助人正氣練劍魂，明劍出鞘揚四海。毅力決心定乾坤，千古真言悟其中。男兒不怕逆境路，笑傲江湖任中橫。1994年，30年前，我在中國大陸地區開始有記不清楚嘅徒弟及門生，有90% 是萍水相逢，有10% 人群是用我年青時代自創研發嘅3分高建築物內外牆體施工技術，娶妻活兒，用合法嘅方式，用正途嘅方式去食飯謀生。